go live แล้ว share ไว้ link yeah share แล้วก็ที่ Facebook share now ไลฟ์แล้วโอเคไลฟ์ครับSkype เอ๊ะ Skype ก็จะเป็น咗你而家，ก็จะเป็น咗阿龍嗰邊嘅。攏今日玩無 video 水啊？我無下邊啊。我是部 camera so 唔緊。咁咱今日看阿龍 Q 啥 Q 的 Q 名稱。Q 名稱。讓等我一萬年，我要去普吉澎湃。Oh my god！Make sure 讓 sign up，但未 join。Make sure to sign up 好。我要去啉水，我要去夾水。Hello。誒 hello 姐啊，姐來啊。嗶。哦，嗶冇聲音嘅。我開條 webcam 入邊，我 webcam 有成個 problem。哦呀。頭先是白色哦，白路是黑色。哦哈，我去夾你。夾水啫。OK。我自己講話啫 ，Skype 已經 live 了。live 了。有幾千人喺那邊，當今。我是落地車。Hello。Hello。落地車嘛是，還是把拄着落咯，對。啲 recording 哈。489489，頭先好像看到你 video 嗬。哦。當今看無啊？我是無 video 嘅。那頭先有一個多白鏡是住咧。哦，yes，個新交塔車線啊。卡車線啊，卡車線啊，卡車線。你冇跌到去哦，下掉哦。這是走路哦。Skype 我真係是冇咩會曉用，真久冇用了。如果咧用 WhatsApp 嘛？WhatsApp WeChat。Suddenly turn to Skype 嘅時，後面所講啊，看到我哋 video。我冇下邊。我看到 John 呢，另外一個應該是阿龍嘅啦。安尼有韓國 feel 嘅厝。真係是伊啊！我摸嘅零。散去啊！你打咩架鬧？冇散。我等係看 live。看你咪做成百字啊嘛定？唔見啊，聲調啊！你咪真冇乜多句。
啊，这毛毛菇来啊，毛毛菇。我转掉未？毛毛菇来未？不会，诶，什么？我看到一 call 了吗？哎，哎呦，阿龍都冇做啲啊，冇 background 白白，冇哦，白白布布。Hello， Hello，歡迎。Pan A Happy Mother's Day。apa ikut apa start kau? Tanya. Oh, cek. Ini lipai dia. Tanya. Thiên Thai. 哇，邊間路大河啊？天台，那個天台是唔是等待嘅事？相子。聽大啦。阿龍想了。天台是Chào 唔是？ quá, chào quá. Xin chào quá. 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對嚟收聽，邊啲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要介紹我哋特別嘉賓。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校長阿龍，歡迎。Hello. 只我當看到是阿龍嘅講。伊個小英好像唔知，伊個 Skype 嘅小英好像就大氣，變咗看到伊個講。แล้วก็จู่ๆ喺邊落雨，還是刷刷嘅聲是得嚟？我為邊間路大河吧，路。哦，真大河。你是จู่ๆ，你是啊？我是落地車。落地車啊！落地車冇聲啊！你地大落地車大放晒河。我對嚟邊間嘛，邊間路大河。Bayang lepas boy. 來啊來啊來外面。Sosok pun boy。但係個乜路真大，不如實路。琴晚會落大河。哦。上外面來啊！哇！但係擺ในข้อนี้คืออุจิลีพักกงโกจะแอวะ喲，好了，唔知咩新嘅物件喎。讀完咯，我多個要。OK。哎呦，提供合作嗎 ？OK。我諗就咪啷自己講哈。哇！當今是最到啲 Skype 嘅時裝 ，Skype 是毛毛菇。你跟人 Skype 咩嘛？你個係咩咩？誒，嗰隻最嚟之間。我是落地車。落地車喎！誒，落地車你揾白手機啊？我白手機嘅嘛。我是上，我們上。我就冇咧食。我當未偷我頂到是偷，等我後你看喂而家偷你講得咩啊？我偷係手機看得嘛？嗱嚇。哎。哦。你是情侶店啊？哦。Invisalign 啊。我靠！我嚟食啊嚇，兩個佢講，我頭一刀看到即個落地面。頂到你是放曬咩？頂到你放曬咩？放了啊嘛，會使見人了。大，這是冇上嘅 flavour，實在好食呢。OK。紅嚟啊，紅嚟啊，愛落河了，愛落河了，紅嚟啊！我看到啷個了啊！我看啷就好啊，咪看我你我哋食點物件數。所以啷嗰邊有 Skype 嗰邊是特別嘉賓，但係落地車咯，แล้ว阿龍咯，即毛毛菇咯，個有卡車線咯，卡車線冇人講啱啊！
哦，我啲困。嚇，而家隻鴨咧係幾點啊2點半。哎呦，這內 flavor 好正啊，咩嚟？咖喱米，內內喎，好好料。變냉咖喱米。唔知咩嚟就好正。唔得話兩個聲兩隻，我 describe 下啊，毛毛菇但冇Bê 成個垃 bê 圾 John 咧嚇。接棒 John 有咩嘟嚇出線呢？意思叫做 ayam bakar 好料係咧。燒雞味啊！嚇，冇，伊唔是燒雞，伊是鹹啊，鹹加你買袂真驚有一種誒。哦，嚇，伊叫 ayam bakar 咧，同伊個新出嘅 X2。嗰個落誒。嚇，個加落嚟，哇！喺你有呢落等啊，你把多燒誒。阿龍得去就係龍。放西燒喎。會啊 ，chocolate starfish 行咯。Oh my god！咪亂呀，係咩啦？你同伊成日講只係講老母。講老母，嚟。講媽媽是點？媽是。來，你跳。OK， 世上只有媽媽好。呀。最佳的孩子像個寶。投進媽媽的懷，安款意思無？哎呦，啷個差呢？我啲食麵都冇法度啊！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不嚇，是個寶。something。嗱，家己你講家己。唔是這某一個的世上只有媽媽好，無媽的孩子像根草。something 的投資下面的懷抱，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呢。呀啦 ，OK， 拍超。來，啷叫來買安咪？啷叫來買安咪？我叫佢問阿妹。我禪整咯，禪整好叫阿咪咯，禪整冇好叫安迪咯。安迪是warning嚟，安迪落好咧嚇。而家個仔禪正無叫佢流雜波都是人做。哎呦，我學你講卡你。買豬背後都正嘅。冇，你附近放扒嘅叫你今日流雜啊！我你講假嘅。係你蹲。驚就驚，這是你講卡啦，這裡。伊買豬背你嘛，更加歡喜佢幫細漢嘅是唔是啊？你買豬背我食真得味。就冇烤喎，食地餐。無啊，細漢無類食真得味真正好咯。古早咱真得味一包賣，一包賣3包，60味嘅，真嘟嘅。啊！丟。賣山嘅，啲嗰啲runtit位賣山嘅，無賣幾包嘅。แล้วเอาไป試嘅是3，唔知5包1雙呢嚇。對嚇。我古早有 protest 嘅，伊煮嘅菜我無事甲食，我食肥南豆油。喲。來示威。安怎無好食法？大家去煎雞蛋。無啦，煎雞蛋好食，有時煮袂驚我無事甲食嘅菜啊。我食杯配豆油哦，講着可毒。後本可毒無好食。係是。你嚟講。食杯配豆油淋薑類真好料。食香嘅嗬，食香。咱講者啦，即個媽媽節人做去慶祝，叫媽媽節啊。老母節。老母節。有陣是
白花咯，咱野花擺啲硬講度擺幾禮拜哦。嚇，嘅嗰時拜硬講，嗰時拜老母。擺咧老母擺老母，sorry。講錯啊！我係面盤住來嘅話，舊啲係吹。你送互伊啊，伊愛互人看誒嘛，伊咪係啲硬講度咯，咁樣來吼，伊就講啊，我就無驚送誒。哦。互伊做 off 幾禮拜，究竟花有影是9日啊，伊咪先隔起咯。你送伊啊，咪話會使係啲人講到嘅。康乃馨啊！康乃馨會使去倒嘅咩？冇插誒啦，硬講度邊往特登係蘇士係ตัว堆係北京啊！啲人講到時，伊係到底係你唔見？嚇，伊倒頂來啊計咯。真嘅。กูปังอีหลังเขาอังกองตัวก็แห่แฮมฟอนนี่แต่ก็ตายจัดเดียวไว้มาอังกองจัดมาอังกองตัวเนี้ยฟังเนี่ยอังกองตัวจง是อังกองเนี่ย應該กูปังอีหลัง講我แฮมฟอน被晒ว่า10ปีมา因為係啲อังกองตัว咯กูทัน波ปีอังกองไม่กองแต่ว่า看 SMS Boy I have no space for you I have no space 也係假啦你真係綠魔啩未使食我即刻好正啊依家咪John 阿咪接落罐醋我看到安怎好啊對啊未好了當今好了對來了伊肥都對去了哇食啦伊食到伊個鹹無伊個料啊sodium開關伊是唔是伊 urinary tract 掉 block 嚇安怎我掉 block 伊規個本地根清定定啊哦阿 boy 啊我係在實我係 audio input maximum 哦佢咪是本地根精招牌我係你招嘅登記招登記嚇知你會有聽哇在香港計好聽啊又冇當然好啦當然好啦當今好啦當然好啦好簡單我看到時候應該佢成特別伊講下我看講咯就是咯該隻鴨你個吊水啊要成個人嘅那款啊吊水小拍嚇吊水唔是吊水是小拍唔是 drip OK 係講到老婆 Mother's Day 是第幾個禮拜第2啊12號個月第2禮拜啊頭算起第2禮拜即係我頭一個禮拜啊咯即係 week 我頭一個禮拜咯 next week 咯I mean this week 啊對แล้ว Father's Day 是頭一個禮拜哪月啦對無第3啊我冇咩記得你夠啦冇生花嗬啊冇生花啦花是肉麻要生俾佬生你咪是嘅抓住字花咪是冇肉麻咯哦 Monopoly 會使噃哎呀猜Monopoly OK 嗎10花硬哦硬哦但係你咪使但係你字你咪有個殼做血咯10殼做花咯有伊係機哩係咪係咪機哦機嚇機立場啊你good你話你好到好特啲，你超好到好特啲，即係住頭頂面落地車定頭頂面。超好真無影。有。你講下，你講下你嘅媽。做好你做下面物件啦，你哋一記你嘛，做好你物件。做食㗎，是做下面物件，你哋好啊，是無好未使講。學老爸拍是講拍緊我誒，拍緊我誒。
有都計了係哦。計了計油計鹽咁啊。古邦嘅時間看你嗬，有把路罵下，意思講咪拍啦，咪拍啦，無數個咪啊，拍。嗰一個個，嗱，有 handphone 有起，handphone 有起。嗱，嘅去過下咪 baby shark。啊哈，iPad 有起，嚇 iPad 有起話嚇。我古早冇做功課，冇做功課啊！我先生拍電話嚟厝位，了叫你抹嚟，一號我抹後，我特別較緊走去樓頂邊啊，因為等陣呢度夾電話起來跑啊！了。哈哈哈！住住人啊住住人不學抹拍嘅。哇！唔計計了有啊。我唔捌啊，牌嘛，我唔捌喎。我唔捌，你只乖好咯啊。是，無 sorry 是我老爸錯人甲拍人嚟，我嘛是書本老母嚟嚇，無拍人嘅。啊。冇電腦書本啊？無唔捌。我唔捌就拍過。哦。我規日嘅電腦去壓開紙啊，顯夾起嘅，你一燒成隻白嘅電腦，隨時會跳一條出來。啱講到阿妹。啱講到阿妹啦，做加卡，真濟嘢燒啲莫名其妙嘅所在。哦，應該是俾佢啤對嚟嘅。都冰冰佢燒就出來電腦，即係冰冰佢都燒就出來電腦。誒，夾電腦拍甲 OK 個啊，無伊全部轉夾39拍個夾片。有。同樣咪梅浪講話，無像頂到總係咪有大聲是怎啊？唔是話啦，唔是話啦。其實無講話人嘅聲個變咗大聲嘅，嚇，但無曉，哎呦，好彩，唔是話。我每兩感覺就當機咪做罵人啦，甲頂到做較老嘅人啊嘛，就講較唔是當機咪少年嘅囡仔，係囡仔批嘅罵啊，因有後面無聲，後面清差，做罵是後面清差。當機咪罵較書本咯，較慈祥。當機咪罵會互囡仔佚佗 Facebook。當機嘛 EQ 加 IQ 較懸，較夠過咯。我今日有較夠劍啊！即袂食，迄個袂食，即袂使，迄個袂使。古早人誒個了是幫人家己巴肚本袂使講誒。古誒是國家食保護誒咯，一無較袂使插人，特別在較夠。古早你出去你家己搭巴士。先生命呢啊！先生命呢，好寫了 BIBG 出來了嚇。誒，就是錄。BIBG 下面。被黑義務爸爸 group。家教協會。哦。Persatuan Ibu Bapa Guru. PIB. Guru. Persatuan Ibu Bapa PIBG. PIBG. Guru. Okay. 我咪講，你人會記，你會頭先講咩啊？對，你會記第細漢嘅時啊，到啲厝啊，你家己捌，你會爸母幫你到厝，家己到厝特別，你會記你幾歲啊？是第細漢嘅時幾歲？我食細漢就成可能話3、4歲起。家己食到厝啊？因為我厝做生意嘅嘛，了我爸甲我媽去飯山，了厝就是一群人咯，禮拜困醒無人，家己落來開電視機，我高陽無佇，看電視機看甲轉，看甲枵了，等1點樣甲轉來，加飯互我食。特別好。你無 copy 啊？當今乜嘢呢？當今成個乜嘢人幫囡仔家己賺到厝？有啦，有本啦，就有本。你看你有咧幫你厝誒，無啦啦加樓落去誒，好似裝嘛幫你厝誒啦。你是幫囡仔多厝參 iPad 還是 iPhone？我叫我聽到是韓話㗎 ，maybe 5歲嗰陣時我就參，我甲我另外一個人大1歲6歲，我就是安怎到厝啊，我就使當今啊。
佢嗱7歲8歲啊，都唔咁棒嘅喎。因為你見那個冇生存能力嘛，一棒啊唔知安怎，講上歲數啊。家己佚佗，家己隨便行醫，家己甲伯伯佚佗款。了別路嘅囡仔過過頭啊啦。Oh my god！咁好正嘅外面。我每位人，佢哋冇，係咪面咧真冇想啊，好正。你講 spicy 但唔知咁咩 spicy 係咪 soba？spicy yaki soba spicy chicken。了一下，入邊家己加料係雞巴，係菜、carrot、豆加內。哎呦，哇，加謝料咯，jealous。 54 cents 是唔I think it means you got 54 cents 啊sedapnya 就是人kikik係咩啊？但是阿龍啊。我拍視頻嘅話咧，做咩啊？我是記報俾你做咩？你做咩？我同你你馬里嘅condo有位房間。OK，嚟講到啲嘛？我講住就 modern，嚇嚟講下講好唔好？我咪聽。我講住就極先嘅咋。係講啊！你是特人加嘛relationship，滿是好嘅嘛？如果是有好派嘅嘛，所以都未聽過 balance story。有 ，OK。我甲我爸母關係。冇錢嘅咋，冇好嘅咋。到到尾我講，我上去我買有蝦米物件啦，好啊好，歹又好啦。我是上地去嘅，我唔知講古早發生過蝦米事嘅，我唔知是唔是trauma啦。所以我真少會上去講我買教我爸爸咁聲做過蝦米，我真歡喜，我冇咩迄個印象，我都上地去講蝦米事嘅咋。因為我叫佢19歲我讀了冊出來，中學畢業出來過後，無久年，我就入大公司做工咧。後來我做嘅東西咧是欠人笑，欠真正濟位。我因為我爸我嘛白嘅，所以欠真濟位嘅。所以我就迄陣時我就真明顯講我真係無暑假住喺厝裏邊，所以我家己真係搬出來住，然後交啲朋友好朋友咪住嘛。係了。教我好朋友咪度啊？你好朋友啦，教你上年嘅做嘢。哦，對。導演嚇，係了。我甲我爸甲我媽關係無好咯，特別我有想講會去做淡薄物件，去拖往攞，拖較近啊冇咯，拖較近啊冇啦。我頭先嗰時都咪講過啦，我講一個較大嘅事啦嚇，較大嘅OK， 我過後我出嚟做工嘛，後來我去中國過後，後來你可能對小啦，對摩托啦，後來我幫咪曬嘅放工啦，對住，後來我馬上我幫你搞嘅。係你個咪講啊，你個咪講佢哋過期㗎啦。我講較畫動劍啦，個畫動劍嘅事。其實我自己想起來，我本來冇極視本嘅，就是因為我嘅媽是啲當做門牙嘅海南村大漢嘅，所以是海南人嘅咯。那我一落來對家己是海南人嘅啫，因為我啲當做門牙大漢本嘅，所以我甲我媽迄邊嘅人較親，我甲我爸邊嘅親戚無安尼親嘅啫。我甲我媽迄邊嘅親戚較親，我雖然講家己親生嘅爸母，唔是講真親啊，特別我甲我舅啊、甲我劍啊、我姨啊、我表哥表姊甲我真係連嘅咯。我就是我係甲 extended family 係較親咗甲我媽迄邊嘅，所以我一落來一個 sense of belonging 嘅就對當做門牙嚟講啦，我會真想要對佢大，真想要做淡薄甲當做門牙有關係嘅物件，係了假使家己可能幾輩安尼物件咯，係了。我叫我出嚟做工咧，我喺中國邊嚟過後，我咪接檳城北做工咯。係了，檳城北嘅 festival 就要一個成做戲嘅一個節目啦。一年有一道嘅，但係你本嚟10月啊、11月迄一陣戲嘅。係了，我就參加
伊是一個比賽嚟嘅，伊大概出戲咧10分鐘嘅就10分鐘嘅戲，又叫做 short and sweet 啦，short and sweet festival。So 我都參加嘅電影比賽，我未使做電影嘅，因為我自己電影是我是 theatre manager 嘛，所以我未使參電影嘅，我今日參 KL 嘅，係一個版嘅 KL version 嘅就，所以我嘛去 KL 咯。然後伊是跳無相關嘅劇本嘅就，伊跳無相嘅 script 咧啊，本河無相嘅 director， 我是其中一個本河無相 director 咧，你用你家己嘅方式去表演迄個故事出來，去表達迄個故事出來嘅就。我跳到一個劇本嘅過後咧，我想到頭先嘢就是做咩物件咗。我想要互我媽看嗰陣，我跳到劇本了看咧，是甲人沒有關係故事，我就是甲迄個劇本咯。所以我未互我媽看咧，我想到一個較特別嘅物件，我未互會記了嘛。我用海南話嚟做，呢出戲我是用海南，唔是我去演咯，我是導演咯。所以我除到內行啊，真正夠講海南話，你喺 YouTube 你看到人嘅表演嘅，伊是真出名啊，唱海南歌、做海南戲嘅人嚟，馬來西亞嘅 BKL 嘅真出名嘅，麥英真出名嘅。我真歡喜咯，因真需要講啊，有少年家做迄個物件本嘛，所以我嘛去 approach 上咯。你有人歡喜咗，因講哦有意思啊，因為我毋捌做過這物件，所以嘛甲我白白咯。你幾出戲我擺出來咧，幾出戲啊，我家己真想要互我厝內人看咗，因為我是佇我厝內甲我見啊，我故鄉啊，我真想要互人看出戲嗰種，伊毋是迄個特別，就是因為。你哋咪你先，你就即係都就講一個 modern 嘅戲啦，用海南話嚟做。我介紹佢，我感覺就特別咯，我俾人看咯。然後我叫人嚟看咗，我教佢媽講是，即係 YouTube 嘅一個查某就出名嘅，伊因我做這些戲就參加比賽，我是導演嚟。我嘛叫我媽講準備好事啦，係咁時我護士啲邊咧做工嘅，特別我是到啲落去 KL 一個禮拜，然後我個買過我爸母就樣欠人類咧，樣走落去 KL 就，我個買過樣讀嗰度。因為我老實講，我心裏邊緊固就叫，嗱，我買嚿我係爸母特別大，所以迄個禮拜咧，而家是頂到嘅 experience 啊，我咁運睡房間 hotel 啦，睡房間畫畫，迄個叫做咩KL back，我咁運睡邊畫畫了，愛去做工瞓個影，愛去擺戲瞓個影，我咁運睡房間嗰邊大到只能二部，所以我買嚿我係爸母就咁做啲睡房間。係咯，呢出戲咧，我一時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上未記是拜幾啦，就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做4節嘅啫，做4節，咱若是有節叫 final 嘅話咧，就會賺大獎咯。故事到尾咧是我無一拜了嘅，我家己本無看到迄出戲本嗰種，我拜了過後，我 rehearsal，我看了 rehearsal 咧，嚟 right 第2節，我叫我媽講，你準備講6點啊，我換車去 Sri Petaling 要在路嚟看。我當下嗰啲俾好事嘅咧，我叫伊係啦，教我爸本教我小弟特別講嚟看出戲。其實我真係只 imagination， 我成日講話，伊戲了刷掉我點寫出來，點寫做掉佢哋啲 YouTube 裏邊隻硬嘅就叫將海南怪查某嘅事啊，我感覺到伊係真歡喜咯。哇！海南村大漢嘅一個查某，伊有sense of belonging，伊感覺講家己是哇，真專嘅一個哇，真 proud 嘅海南人，伊家己真自家啲物件本嚟咗。所以我係就講是絕無啦，伊就咧要 expectation 本嚟就歡喜本咗。係咧，我哋學咗群咯，第2節是比賽了嘅頭一場哦。我顧舊大好時講，我阿妹。對學校對劇場前我個發評講介紹講好時講咩在暗暝6點幾去在路了，咱人8點看戲，我用佢講好時咧。我困到半暝3點，我爸打電來，我同你講，我教我爸佢係骨骼差嘅咗，我上班話冇賣講，我教我媽佢係成班嘅咗，金正冇，我佢係講話。我教我爸無錢啊！我是18年計講話，我本感覺都真正艱苦嘅咗。對，我真無世界嘅咗，真無世界伊嘅人啦，伊想法啦，我真無世界伊人，伊真對正嘅啦，伊真正無膽嘅一個人嘅啦。老實講，係咯，伊幫咪3點打電話我都困掉嘛，電話等咧我擺起來咯，聽啊！伊頭一句話講咪講，講媽媽應該是冇戲了，伊先講咗。你講媽媽應該是冇嘢嗰陣，我唔會後面數咯，講我甚至幫埋殺雞咯，拍電話嚟學我咯，幫埋殺雞3點幾咯，講媽媽冇嘢咯，伊講
City 托卡會應該是冇去咯。伊喺講話嗰陣，我聽了我唔知發生啥物事咗，所以車去水別大英咯，行去我會咯，我搭冇嘢就係這裡。伊我咪三機去飲板，係啦，伊坐啲西湯位啊，伊就困去嗰度。伊困嘢，伊喙開困嘢咗。然後我爸半暝看無伊啊，去找，伊或者伊無人無嘢咯。然後拖伊出來，幫佢拖卡嗰度。如果因無嘢了，我看車對到水不達林啦。我講打電話號，主要係用 ambulance 啊，後面車本好啦，我媽了後面本冇做咗，都我當然上天嚟先唔是講就極少，因為佢就過去幾廿年啊嘛。特別我係咁時候，我係記講我是就起航嘅就講，哇，當然你是要安怎，你是講我無啲 KL 喎，你安怎啊？你一落來個成個講成個感覺，I mean，你一落來你係水個你巴士，你成個以前無咩機器，無咩。我老實講用嘅人冇啦，講對老輩冇人講講話，咱都學佢咁卡啦，講架批真係，呢時真冇用嘅人咗啦。係了嚇，老實講啊，講個批真係冇啦，我按你知啦。係了，我嘛都佢頭靠一樣，迄陣時咧，我嘅厝是我就是五樓啦，當然有第二個五樓，了4樓還是8樓我冇未記啊。有一個查某咧，伊是佇General Hospital 做工嘅 ，KL 嘅 General Hospital 做工嘅。你搞啊快年嘅就因話講嘅就，然後咧伊就落來伊真正好人嘅，伊就幫埋曬嘅，就甲我打電話去號，迄個叫咩啊？陸軍處啦，然後伊個教我安怎做，因為伊經驗過迄前面，伊是密師嚟嘅，伊是密師嚟，所以伊經驗過迄物件，伊就講被 call 下邊電話，要隨，然後伊就看咗我手，伊甲我講吼。你面了上就咁聲了，我老實甲你講一句啊，你媽媽無了誒，因為我有聽咁，你發生嗰陣時咧，就想講哇，咁樣去叫白車嚟仔去落啊，去叫啊，嗰度時你嘛嘅，我未曉嘛，我看伊無穿佢嗰陣，我未曉咗，因為你陣時都緊張啊，你都唔知要做咩啊嘛，你面先就講你買了你咁聲了，你當然去過馬來先，等白車嚟了，我去咁講。因為伊有經驗，伊是密師嚟嘅，做工嘅嘛，伊啲陸軍處，所以伊再講是叫袂對嚟了嘅，無了嘅，因為伊看到了，伊講無了嘅，今日去報馬來，個做一大堆物件，或者你甲今日嘅節目是無關係啦，甲一大堆物件，甲咧過後了咧，我係講出來物件就是我關係是真正無好嘅就，特別我想要去，我賣關係無講真正好嘅，因為後尾我讀中學嗰陣時啊，走去學校啦、兼人校啦，係了，發生咗一事了，我就真無歡喜了咧。嗰陣時我，所以我畢業過後咧，我就頭走出嚟，我一個人就大個動機，我一個人做工大個動機。我白你哋前年我知講你甲你爸母嘅關係無簡單，特別我唔知伊嘅 background 係咩事啦，係咩事你會可能我講有時講，我無講佢見係咪人本咗，因為近日我是按照款嘅人設嘅，我有按照款嘅過去啊，啦近日我變係人啊嘛，所以我無講佢見係咪人本嘅，特別我喺陣時我是老隻嘅，你無運啊，你無去運啊，我無法咗，係咯，我大啲邊領嘛，我買大 KL，因為我係剛時啲邊領嘅嘛，我就逼咗俾 KL 嘅厝行大本，因為佢厝是我姨嘅，係啦，我姨講嗬，我照顧你慢慢就謝年了，伊頭走落嚟，係了啲 KL 無乜人，係了我姨是真幾十年前伊就教因去 KL 啦，伊是邊領嘅人嚟，本是當做門牙海南村嘅人嚟，我姨我嘛係知啦，特別伊嘅去學 KL 嘅大波了嘅，所以一落嚟大啲 KL 是 KL 人咧，係咧伊有揸一間厝嘅，特別伊有一間咧嗬，伊講嗬，我學你嘛大。伊互我嘛大本大幾廿年啊咯，所以伊毋捌收過厝稅咯，伊互家己親小妹大嘛，伊毋捌收過厝稅本誒。特別伊交尾我對佢面頂做工過後，迄幾廿年裏邊咧，伊就甲我講嗬，我本白講英文去支持 support 你嘛，就對咧啦。你本未了解講，我是一個普通嘅人啦，你話英文老實講，我未怪伊嘅。
即係你唔叫是係你嘛？我咧伊厝講我你嘛做姊妹呢一年啦，我可以大，我照顧伊有難嘅點先，伊有數嘅點先，伊啲 KL 點先，我照顧伊。特別我是希望講，我買團隊裏本，我用本錢，我無蝕本。俾佢件厝互我啊，伊俾互我了，所以件厝變咗是我嘅厝去了，我互我爸甲我嘛，講到尾是我嘅名啦，講到尾是我厝嘅名啦，特別佢點先我是60幾，我是60，馬來西亞裏啊，你家己上好像3000塊啦，係啦，我個別會上，因為迄件厝唔是講新嘅厝度，所以我未講就錢啊這類咯，所以3000塊時度咧，我當時佢只邊講700塊嘅件厝，然後我哋邊咧家己個別水厝大，佢10對個了度，變咗是。無簡單咯，佢點聲，佢就係點聲。所以當初是話，我對嚟馬來西亞，對嚟馬來西亞我都做便利啤咧，我冇做屌便利啤咧。嚇，我是有工做嘅，我是整到尾，我是有工做嘅啦。特別我對佢便利佢後我是攞嘅，係咯，我本備使講嚴講去開個了，我對中國談嘅內本嘛，係咯。你特別講，一個月你談到這，你特別按照 expense，你特別想到你 saving 是 saving 嘛，先我開嘛，有嘅嘛。แล้ว我水厝我俾厝人大，แล้ว我搞一擺搞一賣關係，就變咗是，我一來咧感覺點講，按咗佢間厝呢一個人啦，我有小弟啊，特別按咗是我一個人啲負責，你搞到你先，按咗變咗是家己，一個人嘅責任咯。你小弟甲你嘅爸母嘅關係，有本是無咧好啊，成啊。本時講前又好，因為以前啲新加坡做法，以前都比我係我咪講呢樣嘢，所以我講下尾本時我就極大寶啦，所以我搞一把關係唔好咯，特別佢個尾我上俾佢報叫即係關係點寫咧，我嘛我就上真上俾可以看這出戲了，我白都白變咗刀，有一個話題講起來咗，你佢講我話條點寫，有一個話題講我為伊嘅做工。為伊嘅做講嘅話，為伊家己嘅迄個叫咩啊 identity 啊，做過這項嘢啊，所以我咪可以歡喜本嘅時候，迄個甲我做戲嘅內嚟查某本真正歡喜，真正歡喜有迄個機會揾咯，所以我搞到我甲迄個內人有聯絡啊，啦，關係就好嘅咗，因為伊剛才講我是真正尊重，真正 respect 海南嘅文化，所以伊真正歡喜嘅咗，所以佢出去做了，因為我變做無 director 啦，我無提名啊，我做喺無啲嘅我嘛。行咁跳去啊！แล้ว我個比賽，我買大啲 KL，伊唔是 KL 人嚟，我伊對未好對住我好啊！伊今日在迄隻區呢度，伊無識 KL，雖然講伊你在招小嘛，投幣起來嘛，所以無講真去甲去 shopping 嘅，無肯定成話嘅投幣起來嘛，即係家己啲你到嗰年10幾年咗，แล้ว我就會開嗰隻別類咯，佢可以上嘅邊啲名做曬佢了，แล้ว我點時我包括下面冇做，然後佢哋喺 complain 喺度，等我 complain 講你現安怎啊？你觀察咗一堆嘢然後點啊？我是冇嚟嘅講本嘅，講如果你做波行แล้ว上機都管住又是我上，แล้ว一堆啊，แล้ว我結束啊，แล้ว呢出戲我是到尾以曬呢隻場起到尾無趁獎本好啦，我無錢白看到咯，所以我佢。我 regret 唔是近係一個，所以你唔會講我舊喺矛嘅關係安怎啊？我想要去補救嗰啲關係，我特別我安怎不是救得到咯，老實講。你有想過？I mean 這是拍生啊，這嗬，但是特別timing本是上啊，特別，即係講嘅就你幾時 ready， 你幾時有機會，你咪是不拄好拄到這出戲，你該會玩你看上，安尼上，安尼即比賽到上到，但你唔知講，伊會拄好安尼準，直接整伊會補起來，可能，所以你家己捌想過要做過這出戲啊？有啊，我想過，愛做嘅，成個幫，even though 你嘛做人未看到，特別。做魂，你做一紀念嚟講 ，honor 伊也是memory 嚟，用你 memory 嚟做過這出戲啊。有想過咯，有想過。即係第一年，即簡單嘅出戲，特別以前有意思，你是講我哋查某啲老人經無驚嚟看樣嘅故事咗，所以都好 very close to home 咗，就我嘅故事咯，呢是老人嘅，係啦，呢是啲老人經會。一個是咪是，然後一個是老查某，單死嘅就老查某是單死嘅，
伊惊安尼久無來看伊啊，伊故事是講，哎呀，古只有一個人死去啊，古只有一個死去啊，唔知第是邊個個，伊講咧對唔是安尼款嘅故事咯。啊，你話我覺得故事你特別嘅是，我唔知要安怎去做佢裏面出山嘅咧，我唔知，我都係行做工地咯，都啲行做奧數啦，比較做咧。啊，你奧數講你嘛是蝦米教嘅嚇，伊個是教蝦米物件，我講袂出咯，講伊是個食蝦米物件，我本講袂出咯。然後我姨就甲我講嗬。我以前伊是姊妹嘛，人幾十年嘅嘛，白大漢嘅人咧。伊講嗬，媽媽是較相信觀音媽，特別我媽是無幫人講無方面嘅，意思要買字嘅時甲幫講嘅啫。因為買字甲幫講啊，美鬼袂掉咯，係咯，平時無平常啲無學生講啊。我姨就講嚇，媽媽是較較相信觀音媽嘅，所以行觀音媽嘅路就對嘅啦，所以冇去做媽嘅工地就對嘅咯。我姨姑佢講只旗袍咁樣啦，然後伊就講話，誒唔是食紅豆咩？我是食紅豆，我無情新聞嘅啦，我食紅豆是啥只講嘅，我食紅豆講，你會飲香，我講嗬，死嘅是咩罵嚟啫嗬？你愛叫我做蝦米，我本做到條了。咁樣飲香又好，你話叫我蝦米面愛燒蝦米件，我照做到條啦。迄個唔是別人嘅，是我買嘅啫。然後伊講嚇，對，安掉嘅嚇，買去辦檔嘅隻物件，因為是家己嘅買嚟嘛，買去辦檔嘅隻物件。所以照做啦。後來我講真係有意思嘅物件，真係有意思。南西本在嗰度，意思嘅物件，地出名。特別即係地出名咧嗬。阿龍卡，你頭而家開 from 你 computer 就冇解看到你邊嚇。我喺 video 聽我聲就好咧嘛。唔係我看你邊 video 啊，較驚到冇，喺嗰邊看到你吹。我頭冇錄緊兩嘢。看錄，但係未看到你望，看到你吹，殺你 computer。Hello，南西本仔做嘅，是咧嗬。我地出名咯，我家己一人啲厝咯，因為我大啲等就唔啱厝嘛，我一個人大嘅嘛。我喺8個位數我對 KL 嘢，那個做啥名嘅嘛？對去 KL 了，我一人啲厝嘅，我困到半暝3更咁聲，我未記幾點啊，應該是3點幾4點嘅間啊，半暝地出熱嗰度，我佢哋房間是關嘅度，你問我講是正看到啊，嗰是做夢看到，我講袂出。因為我上次我講未，半邊，我間房間是黃色嘅關嘅度，黃色嘅關見咗，嗰陣是一頭落山啦，爬個關嘅度，係啦，我頭外口是有一個真大嘅關，因為伊唔是關鳥啦，伊是一粒成個熱頭嘅成個鳥，一粒球，真大金色、黃色嘅度。係咯，我甲南西講，我甲另外一個朋友本講本咗，甲南西甲另外一個朋友本講咗，因內人甲我講嘅物件是相嘅嗰度，因內人拍咗就講相嘅就，到你嘛都嚟看路咗。係啦，我講嗬，係啦，我無看到位嘛，伊講嗬，你嘛徛佇觀音媽嘅後背，迄個一粒觀音媽後背係一個車嚟。伊係戲咯嚇。你嘛徛佇觀音媽後背，觀音媽坐你嘛嚟看路。แล้ว我唔知係是第幾節，我唔知咋。我講我做咩啊？唔知是做夢啊，嗰時我正就看到啦，一定是真係清楚咗。如果是夢嘅話咧，就真係清楚咗。我是微微開目睭啦，看到佢間房間是金黃色嘅，係啦，外口有一隻大大粒嘅球，然後真係光，我目睭未開上大嘅，因為光嘛，然後。我就講即無幾分鐘爾，規個房間都暗到對嘢，所以我接落來是到對啊，嗰時安怎我說袂起嗰陣，我就講夢又好啊，真實又好咧，我是有經驗過即個物件。係啦，我甲南西甲另外一個北京邊我講咧，咁多人學我也是人嘅，講你嘛甲觀音媽真係，你觀音媽坐你嘛真係看路。因內諗唔係一齊的，還是？我冇 prepare 樣本就，我講出嚟，人同人講嘅物件就係嘅啫。所以我係實時講有可能，係啦，我只係上幾年，我無卷查開嘅，因為都我係幾刺激嚟嘅，係啦，就是講有影條就是半暝3、4點嘅話啦，我嘛是咁就幾時揾嘅。
所以我接落嚟本正上是哪樣嘢咯？哇，咁少你講我白女嘅歌我都冇聽過，這個數。特別我同你講啦，我接落嚟咯，我真冇試過邊物件咗，我真冇試過人啲 Facebook 位啊，放樣嗰人去人做白樹啊，白樹嘅效應啊，白樹嘅效應，啊咪你唔是放出來人嘅效應啦，伊人做白樹點啥selfie 嘅效應啦，我了無機會啦，我唔知即個人是想啥物嘢，是我下底定定咗。selfie。你啲白樹啊，你白樹你講白翕效應嘅 selfie 嘅咯。哦。因為我有時人哋看你就，我有陣時我開 Facebook 咧看到，我無記 like 無嘢，我就 skip 嘅。我要試下個白樹嘅物件，你啲成日做party嘅個，我真係無試過啲物件，所以我係罵佢先嚇。我或者就邊啲唔制就講，跟住你冇 post 冇同人講下，我佢咪叫 post 啥物物件啊？但係講是講，你會制你就制，你就嚟咯，你唔制喎，你冇。係咯，我無需要人講調啲，應該你罵佢先啦。就我好似無去想乜嗰啲物件啦，我無去想乜。特別有人是袂人知是，有 feel 到，有 feel 到會係做朋友嚇，我特別做教。哎呦，都冇我真唔知你看呐。特別你成日講，你成日講到啲 Facebook post 講啊，我俾個人講啊，我係馬路貴先。但是大陸人喺路上對人喺 post 呢，你 feel 到冇，你唔捌上過，從來唔捌上過。了咧嗬，我唔知，我從來唔捌上過啲。了，特別我報銷嘅朋友，我有甲邊個人講啦，所以叫咩林細細嘛，所以邊啲學期有人來。了我係上班嘅有一兩個朋友，我講咧嗬，佢哋 group 嘅人本制啦，係有冇人來，所以特別講 public 呢個 post 嘅話，我冇做嘅咯。特別我收。我就感動嘅，我就感動嘅。我接落嚟咧，我大家威埋。等陣，毛毛菇你使 mute 你咪啫。是我咩？我媽媽 mute 你咩？我拍得開呢喎。就是咯，就是多把嗰個聽到你先。嚇，你 mute 就係愛講時間看，愛講嘅時間開。嚇 ，OK，now。我大家威八個喺馬少雲少人嘅就。哦。因為人嘅朋友，唔是講見間咗，唔是啦，特別是講古仔無歡喜嘅朋友嚇，無聯嘅朋友係咯，講起種時有同起行嗰啲啊，有人嘅朋友，咁特人本有嘅啦，老實講，我係當時我頭時都感覺到唔就講，我八個喺馬時幾十歲人了，我當見不40歲啊，係當時我馬佢嘅時我30幾歲30歲啦，2014年所以是過年整咯，2014年10月係過年整，了。我會感覺就講嗬，我自己不有真見嘅，同學嘅咯，所以我咁感覺就講，我爸個嘛不有雲少人嗰度，我嘛係 so called 雲少人啊，就是甲無人嘅臉，加一年起行啦做命啦，無講話嘅朋友啊，我知因為古仔細漢時我有拄過嘅，所以我知係啦，規隻聽我姨啊，我姑啊，講人嘅gossip嘅啊，所以我知講有乜人嘅。因我媽媽貴先咁樣，因嚟學咗一白劍㗎，所以借落嚟有成班我講話㗎。因為我行咁日就講哇，我白到嗰陣時講哇，你咁少嘢做，但係過去就是過去了。對人嚟講，家己本60幾70歲人咧，60幾歲人咧，所以入嗰粒白嘅路咯。所以如果我甲我媽之間嘅關係啦，我想會起我媽係咪物件咧？整嘅頭整嘅，我老實講我冇咩想會起啦。後尾嘅咧，嗬，對我誒佢個人生對我 life 嚟講有 impact 嘅咧，就是後尾發生嘅事啊。頭先我上未記得，我唔知做我上未記，我嘛有做，如果有主教無咯，我嘛未曉做背嘅，跳厝我嘛真係笨蛋嘅咯，伊無跳厝嘅。特別咧嗬，伊後尾伊頭走去 KL 咧嗬，伊就排名咗，伊頭走去因為爸無用，伊頭走去 KL 咧嗬，伊變咗。去做阿嬸就去甲人寫英文、寫招卡、寫厝咗，伊扣甲件厝00米離咗。伊一落來，古早我大啲，我白大啲邊咧，咁時，伊無做呢啲工作嘅咧就，我沙寫厝嘅咧，扣糖啊、扣物件嘅咧是我媽做嘅工作就，所以我姨嗬，我姨有罵過伊嘅，我姨就是可以大一個查某咧，可以大嘅姨啦，可以大啲 KL 嘅姨，伊有罵過伊嘅就講話你真有病啊！因為我真細漢嘅時候，你真有病啊！可能娘甲你有生，伊有講過，你真有病啊！可能娘甲你有生，
所謂如果啊，伊古早有辦你看說，我爸個嘛，甲別人嘅爸個嘛是無相嘅咯。所以一個人問我講，哎呀，啲韓國本是相咁，誒你無定注意看你爸個你嘛，無誒，我無你當然是無咩想，等於看迄爸咯。後來我媽講，我媽走咧貴線咧，所以講哇，你你幫佢撈啊，唔是我幫佢撈啊，從來唔捌屌過。冇相啦，但係真係冇相，特人冇相嘅，白冇冇相嘅。誒，阿龍，我真係虔誠講，如果你白冇關係咧好啊，我唔捌有安尼款嘅基地，我想唔起我搞我爸搞我想唔起咯，我會用然後估個樣做嘅後面物件，我係真係歡喜，真係會感動，會用拔到樣無地咁時候，我會想起咧會笑嘅，我想唔起咯。就特別嗰時我每期時看你，但係我講你好還是無好，你會記掉你嘛？所以重點是上個你會記掉你嘛？會記啲是伊差唔多要死啊，還是佢起嘅物件，你個會記佢頂到誒個你嘛嘅 history 掉。是咯。所以你你有成日講有拍算會都對個你爸嘅感情拖較親咯呢？成日你如果有成日講，比如想講我做這出戲，然後伊特別unfortunately 一個貴先嘅嘛，特別你爸當然人有啲，你有安尼款會想會去 many relationship 咯呢？無，所以你個你爸，我爸是特別，我無講幫佢咪管呢，我無安尼衰啦。然後厝是我嘅，所以一面驚啊，好就對啦，厝是我嘅，係咪電視啊、最食嗰啦一面驚嘅咯，所以你有照顧到伊啦，特別你是無想到講愛去。對啦，如果伊需要做累咁先，愛加一個500塊啊，我 send 互伊，佢哋覺得無問題，我有做呢啲嘢嘅咧，我唔是講幫咗伊咪管，特別你嗬。因為我愛做 game 嘅嘢，老實講我同佢上唔到咯，我冇上去，冇佢啲心。老實講啊，夾派講下派嘅，我冇佢啲心去做嘢。特別你有啦，上到講頂到時，你教你嘛，本無安尼，特別你嘛當無嘢，你 feel 到拍生你上到講當劍，你俾佢 try 做成啊。冇，你未 feel 到咧？我爸學我印象是無相，我會記，我爸是真正行水才幾步就對啦，我嘛是歹人嘅，所以我嘛嗬。伊是較正派嘅人咗，有可能是因為我甲伊邊嘅親情，甲伊邊伊嘅哥啊、伊嘅姊邊較親啊，所以我一路來講，我嘅姑、我嘅姨啊、我嘅劍啊，人覺得是正派嘅人咗，所以伊所看連就講，我想叫我賣點聲，我是想到我嘅姑都做人，我嘅劍都做人，因為有時上一路咁蹦出來咗，所以我一路來感覺講，我嘛無講差個安怎，我會有時候講我嘛無安尼，互我。失望加安怎啊？因為做嘢我本是有好樣失望過，我本在。特別我係爸，老實講搞動機，我有時真正戇居，就講叫我搞，然後你叫我講你話齋就係你爸去 KL 啦，我咁問你。哇！誒，不知啦，人嗰陣時錄音時，發到時就都嚟講你爸嘅關係講數。你老實講，我成日做，你講我叫別嘅，我有幾難打本，我啲片咧就我俾仔樣對 KL 啊，我咁問響借貴嘅巴士座，喺裏面澳都係咪貴嘅？我咁問俾貴嘅車多，上嗰啲嘢，你飛機多響背對佢，買仔對佢哦，而且就別要揸住物件一更咧，我俾仔對嘢話你可嚇，我叫一個別名。我拖我個，因為我搞前日連，我搞面就俾講嘅，我拖你這是你歌是禮拜姊妹，我拜小妹，佢哋做鬼嘅時候我講，我拖就係講我冇滾啊，攞做咩對我白攞佢條。แล้ว你歌本明白啊？我個明白，係啦，我個明白，我個就係講我教一把胡話講嘅，我個就係，所以特別我個會教我一把胡話講，而且我個是加名我係把。所以有話講，而且我個本是正派嘅人咧，伊會名我係拜，伊白大漢嘅嘛，所以伊知我係拜私人款咋，所以伊名伊，你我是名伊嘅，我唔記得講學佢哋講卡本，老實講。誒，阿龍真 interesting 啊！我會知呢個禮拜 relationship 個不到，特別我會問你，你知我係媽
甲我嘛会校長是你講我係賣巴，哦咩蛋嘅？我係賣巴啲嘅海南村嘅。哦，哈哈哈！我就是意思是就，有特別是我有位被嘛講，賣當數嗎？我嘛講我嘛講啊，即阿龍嘅講嘛，所以我是唔知講，就是你我講，還是你來講，我唔知。我係華江嚟，跟住冇啱就是我係華江咧。我搞喺巴邊，我巴冇咩錢錢就掉嚟啦，冇咩錢錢。我搞喺華江喺邊錢就連嘅。我搞動機，我嘛把你講啦。啊？我嘛把你講，特別唔知吧？呢萬五百位講，呢萬五百位講，呢萬五百位二，呢萬五百位二就係股。我買呢萬五百位講。哦，係是。你哋同我講嘅咗，呢啲當嘅本身都佢都唔制，本身就我唔制咗。即係世界就線嘅，都要叫世界就線嘅。你講係卡住就卡掉喺度。係啦，等陣我你講先就得咯 H。你話等陣我叫我笨隊即別人攏跳過，你看下，安尼即安尼好料嘅故事。讓別人有被講你家己出來經驗嘛？你好還是無好咩？你使？即係我你有感覺就成個講，你阿龍啊，你家己成日講那些人，你成日講，我咩唔得講啊？你感覺就成日講Mother's Day、Father's Day 你嗰陣時，你感覺就成日無爽你，唔是甲人啊，啲講話伊拜嘛，後咧你感覺就成家己無迄經驗，但是你無插，no big deal 呢。我無插，我就係領會嗰啲，我回答領會啲。所以有一部好，有一部咧嗬，我做人特別老淡薄拗咯，大家就對啦，咪他面物件本好啦，做事又好，講話又好，咪去到上抓就對了。搞就拗咯，家己講，咪講到哇，特別唔是，可能特別咩咧，嗰啲我唔係講緊啲物件本嘅，所以都冇講。當然爸母嘅日子都過啦，安怎講冇咩特別咯，咪就做人嘅咯。特別我之後物件好就，人哋我就是甲，人哋學嘅話係人話講話物件嘛，所以我有康會嘅我係買，所以錄音嘅啦鬧嘅啦啲嚟少少，都我唔我聽過嘅。我冇有啊，我就借你錄音教我爸教我媽樣嚟，尤其是嚟美國多時嚟，多邊啲時級冇呢個用嘅，嚟美國多時我常常有個人講話咧，是往時個人講，往時冇個人講，我錄起來。係咧，我記咧有一集是講電話嘅嘛，我嘛是啲身邊一部會做接電話嘅。哦。嗰時咧，有一個 episode 是迄個講電話嘅，แล้ว我嘛身邊卡咪嘅嘛，邊咧是那揸住邊咧做嚟嘛。對。咁樣你叫咩？你定面就連迄個菜館入面啊。Revolving。迄種後面 City Baby 嗰陣咩啊？對。有打身邊一部嘅嘛，我嘛是身邊一部做工，伊唔是啲報關裏邊，伊是啲報關裏邊做工，特別伊是接電話嘅。做 reception。伊是迄個接電話啦插線嘅。係咯。即係陣時，我有去伊寫字樓，去伊 office 裏邊佚佗嘅，所以我會記伊家己就我白白啲房間咧，所以我嘛就講就無蝦米，雲南話又講 English 講，我對住我買咯。講話本教講華語啦，海南話伊是蝦米話本後講嗰啲誒。哦，係，別怪，你對住你馬 linguist。嘅。所以接電話咧，English 伊然後 automatically 出來嘅了，係啦，Malay 伊接嘅了電話線係啦，查講Mr. Ong 接電話，所以伊佢得做嗰啲叫咩啊 operator 咗。operator。古早是真係大陣仗啊嘛，真係多嚟啊嘛。對，冇你 computer 啊咪，但 press one for 咪。所以伊就是真係搞記號碼咯，伊人嘅電腦號碼啊，伊會記一世人嘅度。人嘅成字嘅咧，伊記嘅咧喺度，係咯，到尾個老淡薄咧，嗬，伊記住你號碼咧，佢比較緊，伊記住你號碼，佢攞去買字。哦，咁薄啊，咁薄你嘛？誒，別人咧，別人有係咪被寫落嚟賣告訴我？อันนี้4人一個人，佢攞嚟晒unmute了，對毛毛菇。VT 是怎樣？別記住是 VT 啊。VT 是怎樣嚇？嗱，毛毛菇嚟。
又在我聲誒。哦，我 VD 是迄個班車，落地車來。啊，毛毛菇來，毛毛菇你聲直接那爽，按照你聲，你個在那拍戲啊，你用咩物件？哇，開紅線啦，抓啦，激河啦。哦，咁掉啦。啊，แล้ว來講講。講係。你講話是，你講話是一個本來大聲啦，你冇講話是嚇，你 automatically blow up 你聲變咗隻大聲。哦，伊去 focus 到迄邊位啊。我是較歹勢啦，上本啊，甲阿龍咧，看早本是走出門了誒，無到大沙卡了誒，早17、18歲就走去 KL，嗰陣時有愛情無爸母誒嘛，有愛情無感情，有愛情無感情啊，對人走佢就種誒啊，然後對人走10過了咁快呢，就走去哥倫坡，係咪叫買關？家己去成河女性啊，แล้ว家己走去哥倫坡讀冊咯，แล้ว冇啲哥倫坡過了，冇幫老母一人啲厝啦，佢就是我老爸就無佇啊嘛，就早就 remove 時就走人啊，無人嘅無佇啊，แล้ว剩我嘛得啲厝爾嘛，所以冇伊一人咯，แล้ว我兩個 sister 本嫁人了嘛，แล้ว冇走去 KL แล้ว走去啊個走去讀冊咯，掃幾年咯？幾年啊？對哦。啊，幾年啊？對嚟年咯。無上本啦，是無上就就。無啊，唔過無，我無暑假大啲大暑假，古早係無暑假大就感覺到真係細，真係矮，แล้ว就講แล้ว嘛愛情大過天嘛แล้วหมด對去哥倫坡啦對哥倫坡มัน讀冊แล้ว交俾試算แล้วมัน是家己也來考啦ก็買對厝啦ก็試教曬啲名圖啦แล้ว佢細漢嘅大漢時教你買感情安怎呢？細漢係多處嘅事，哦，多處細漢嘅事啊，因為細漢嘅事是。我會記是講 Form 1到 Form 5嘅時，迄個年，我感覺到講我媽真係偉大啦，因為我老爸無佇啊嘛，所以今日我老母一人帶我人三個人大漢咯，所以伊是車衫嘅嘛，แล้ว伊就是早起6點就起係車到下暝12點了誒。แล้ว就是我個到呢無物件 property 嘅了，本無了，老爸本無留類，嗰啲就走去了嘛 ，accident 走去了，就去大家我uncle 嘅厝咯，然後一個房間4個人白白大咯，迄陣時是感覺到是感覺到個啦食到一個夾那邊咧，看了咯，看你 life 咯，แล้ว過了5年，แล้ว放快過了，讀冊了就走了咯，แล้ว就是想有迄個。佢哋想法講，我買邊個之邊了，走了，แล้ว嗰陣時本是low cost house 出來了嘛，嗰陣時，แล้ว本是 manage area 條 low cost house 到 BMW，แล้ว finally 有 move out 啦 特別我本是無法，嗰是愛情大過天。特別你出來人嚇，你是。你內子一個，แล้ว個你第四項啊？是你第四？我第四項，我內嚟試，แล้ว伊兩門嫁แล้ว伊兩門是愛情本嘛，แล้วหมอ春我媽得一人啲厝，แล้ว個垃圾咯，但是垃圾出來了嘛，แล้วหมอ個垃圾白白貴咯，貴了嘛。垃圾係親戚，係咪親戚？我 elder sister 嘅大舅母嘅，แล้ว我係 niece 啦，我係 elder niece 啦嚇，แล้วหมอ伊人นอน媽甲孫白白過咯，แล้ว過到我會記到我32歲嘅時，32歲即是講2008年，2007年7月嗰陣時，我條數了咯 ，finally 咯，提供收啊了咯。แล้ว我冇辦法，我未對，我直接愛對內，我未講買對內，所以我對內了嗰陣時再講解了事發生係咪事了，哇！我媽得講來，伊本無幫手甲我，伊本forever 佢徛條 back 甲我講你莫心痛，你莫安怎，佫有8條路會使行過，即是點啲 back up 我啦，伊不放棄我啦，安尼款咯，แล้ว我第所以我感覺到真係歹勢㗎，我已經有。
係你是路學路成個紅險時候就哎呦，係咯，10個年。對，我無掉老母10個年去嗰陣時，所以當今 after 我安尼看了 situation 安尼看了，所以我定定啲報到對咯，大字報到對咯。煮第好食嘅物件可以食，菜第一上愛去嘅地方，嗱，即個馬得說，我覺得菜出啦。去到時其實。嚇無啦，以前時候對台灣，所以我就羅山對去台灣一道。對去台灣即係到台灣來咩？無啦，伊只暑假行嗰條巴剎。哦，暗時啊。無啦 ，morning market 嚟啦，冇 morning market 嚇，然後冇所去咯，伊愛去，因為我媽都冇插機會了，所以伊愛做嗰物件，伊愛食嗰物件，伊暑假咯，伊愛呢，就甲我人講，我啦菜頭做好，伊就做好伊，然後 Alex 本是伊本食早無白補咧嘛，伊到82年伊本無白補咧，所以我媽伊比我更加少。哦。嚇，所以伊當然伊甲我感覺到伊真正歡喜，伊真正滿足，伊愛係物件咧有係物件，所以是啦，媽媽是世上最偉大的女人。哇！這我唔係聽過呀，這個數。嚇，是啦，大人有一個烤嘅汁，烤汁啊，烤瓜汁。烤瓜汁啊，所以當今甲迄個後生人講，呢是厝內人是真重要嘅。後擺你出係咪書本好，是歹是歹又好，伊人安怎麼是無白路嘅啊？I mean 這是我家己嘅 point of view 啦，對，有白裡有白裝嘅情況，對。我想正興啊！你人個別人咧，就整個別人要 share 一人嘅即係不羈放拍，是到落要 share 你買嘅，有啥物？你第一會記嘅告訴啦，甲你嘛。我是落地車。落地車來講。我古早本是歹死嘅囡仔啦，就是無做功課啊，偷學啊，咪一大堆啦。結啦。就結啦，然後有一道就嗰陣時。毛毛菇係秒哦。毛一走去啊！我秒嚟嘅，嚟。了。然後古早放課嘛，你讀冊誒壓力又真大嘛，你壓力大嗰度。我迄陣時咪讀咧，我就講 ，OK 啦，我走學，แล้ว我嘛，我知伊講要去學堂找我咧，個我厝到學堂後背爾，後邊學堂，個走會到，小導演後背妹，哦，搭得咁啊明，แล้ว我知伊講，我知記我規日無去學堂嘅，แล้ว我本無去別位哦，我走學我就是我坐巴士，佚佗啥物，右邊咧。Rob na Allen 去 stadium 嘅站辦換衫了就去頭前嘅 bus stand 搭 bus 去公打等麥當勞8點半開門แล้ว食麥當勞 breakfast 之後無事做嘛規日就 start 坐 bus 禮拜無禮拜本我是坐 bus 多邊係 round 你坐得頂坐下面 bus 搭頂本去坐你就是揾公打坐去Bukit Jambu 啦，食到啲總站款，落車佢才換一頂，搭日安尼款。แล้ว迄陣時真壓力真大，我頭前班嘅嘛，所以隔了人 expect on 我嘛。แล้ว我就講 OK 啦，你愛去學堂，互你去啦，互伊成全部啦，就 OK 啦，免讀啦，學堂就幫我了啦。我都喜歡笑嘅嘛。แล้ว迄一日我知伊要去學堂找我誒，你知哦？我就講 OK 啦，我本做戲做甲夠啊，咁完了。แล้ว伊去學堂阮快後我頭就學嘛，是破病嘅嘛。แล้ว我就講安怎阮就對厝誒嘛，我就講 OK 啦，對厝咯，對厝伊平時脾氣無好，應該是拍一頓。แล้ว我學堂趕出去，我免讀了，放課出來做工安尼款。你咪知嗬？我迄日對厝啦，伊問我一個問題，你知哦？伊無拍我，無罵我，伊問我
你不到要我背，我做面互你食。哇！我紅飲都喺邊烤㗎，食膠你可能就，落尾食一年過後，我甲伊講個對咗，我講啊是啦，你話對來你就拍我啦，我特別叫啲話叫啲就 feel 啦嘛，我特別頂招啊嘛，就 OK 咯，我做錯你拍我 I pay back 啦。你成日 expect 咁 OK，expect 是對嚟會拍你特別一個女就你安全是實確下接線。你紅飲感覺真內招掉咯，我安尼排死如果無罵我無拍我，แล้ว對一定個無講係幫我咗，我係 discipline 先講，你20節無來，我算你2節無來，我互你2節嘛加 demerit 呢。因為我本是，因為因感覺我是唔是派嘅囡仔，我是頭前班嘅，แล้ว我是真濟所在啲嘅頭來，咁佢就代表一定係咩？所以我是感覺到我是看袂開上袂好勢，壓力上大，唔是我有影歹死啊，แล้ว一定互我機會本，我唔知一定甲我媽講過蝦米啦，แล้ว伊對來伊來講吼，我紅飲真感動，真感覺家己真有影是。有影我唔對啊！第一道 for the first time 我感覺我唔對了，แล้ว佢後度甲讀一堆加上加解決問題方法，แล้ว society 上濟壓力真大，咪慘咯 ，start 咪慘咯，แล้ว start 讀冊啊，去補習啊，對一頓啊，看咯，แล้ว我本有先生你投下手啦，成講你對袂起，你來找我，我甲你補習，แล้ว真濟年過後啦，我就甲我媽講我對一件事啊，我講你知哦，也是迄陣啊，你罵我也是拍我啦，我就是無讀咧咗。แล้ว伊講，伊本驚講伊罵我也是拍我啦，我走出去啦，無對厝，所以伊毋敢本。有影是一件事啦，伊一個 reaction 就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嘛，因為細漢無做功課，實在拍來你拍我。無事咯，對，你無咯紅飲，你互我一個另外一個 reaction 嘛，你迄陣起就加怪去咯，對人來講啦，加怪咯，加無參外口嘅朋友啊，加邊個幫妹啊，可能，佢少少就叫在死迄隻啦，嗰個，因為紅飲咁話對，有影是我唔對，你講。講，我會問你，即係你有每對對你嘛？去學堂嘅時，學堂甲伊講未？就是先生，我甲伊講，我唔是歹死嘅囡仔咯，我是會讀嘅嘛，因為我頭前班嘅嘛，我驚佢頭前面嘅嘛，แล้ว我是因為壓力上大，甲了人 expectation 上大，แล้ว我做袂到，你有自己感覺家己無，你家己感覺安尼好，你知咯。所以我是感覺到熟了啦，咪讀啦，from 3起 from 4對袂起嘛。แล้ว對袂起了 society 個安尼濟嘛，แล้ว學堂直直逼我，實在直逼我去參加外口嘅比賽嘛。แล้ว我古早我本是參做戲，係咪一大堆嘅？所以做戲愛排練嘅，華語愛排練嘅，แล้ว個 commander on cadet 啦，一大堆，真無英國比賽 softball 比賽，你搞無英啊？你知哦？我媽一叫我對來，我甲伊講，我無英嘅，我個打工個外口做 part time 嘅，佢接到外口調嘅，แล้ว有一日有影是感覺家己被小氣啊就，讀紅一咪 start 咯，咪讀放棄咯。你係 breakdown 咧，係 mental breakdown 咧，我小姐。是 breakdown 崩潰去。แล้ว自殺啊，咪一大堆自殺，伊毋知啦迄陣。你講我聽下講嚟。無啦，迄陣是感覺真大壓力嘛，แล้ว個拍拖咪啊，個失戀啊，一大堆嘛。唔知啦，我家己房間嘅，無聽，伊困咧。當今伊困咧啦，當今。往啲房間入邊應該是困咧啦。แล้ว落地邊，落地邊唔落地車，食輕啊，白做刷過嘅嚇。白姐嚟講喎，白姐嚟講喎，白姐嚟講隻 topic 哎喲。我做過真係怪怪嘅，因為
迄陣都真正壓你只要力大嘛。緊嘅，這是 serious 嘅 topic，或者咱講啊有，咱只 special 誒，嘅。OK。有影是 survival story 啊，了變大房間啊，吊暗要死就知哦。了咪知伊紅樣叫我就，了我嘛會先解釋伊叫你哦，你無應啊，伊就起來卡門罵你咧就。了無可能啊袂死嘅程度，可能發生嘅，發現嘅嘛，就吊暗吊到差唔多你看到白鬼啊吼，就哎呀紅樣叫我死嘅死。話個成日叫到你人起來啊！嚇，你如果愛來一兜吼，是無隻 courage 嚟，你特別個搞一幫啊，個仔激死，壓力真大吼，你個仔 try 第二兜無相嘅辦法。食濟啦，我個食過，我個啉過Rejoice 頭毛嘅。Oh my god！咁你諗咩到底？計幾年別用嘅，落汽車，Rejoice 別汽車，別用咩？到落尾又變到 Rejoice，變咩拗？cái kỹ áo cái mấy因為咩？不是，咱燒掉，language 係特是諗咩講 ？Because 啊，即係當今啊，你話生咗當今只濟人啊，少年嘅人只當然suicide rate 只高啊，所以咱會講about即係肯定物件，所以咱會講話安怎看開，安怎鬥開，安怎會。無落尾是咁嘅，死未起耍，話落嚟就好啦。天意嚟，你未死未成。死未成，我嗰度家己把我聽係啊。都說了哈，你個勤可能我個聽，個唔敢講，別使制嘛。對，咧，安尼這兜吼未成都說咯，就是講天買小話個咯，咪畫落嚟咯。迄陣我是咁想啦。แล้วตัวจะแล้ว當今呢個你嘛จะโอเค佢我古早本是做戲嘅戲劇嘛，แล้ว古早我做戲哦，แล้ว我媽是一條無讀冊安啲嘅咯就，伊讀嘅冊都是清字多呢。哈，我俾冊伊咁講我撩淚啊，咪是對嘅，所以伊是咁嘅讀二等嘅冊算咧，แล้ว我尋做戲佢就講嚇。無淚彈咧，個佢啲撞嚟撞去啊，撩辣係咪？แล้ว我特登做戲啦 ，stage 比賽係咪咁樣做戲就掉啦？我直硬俾當逼伊去看咯就，你特登看佢看個困去嘅，你不要看嘛。看無來。逼伊來，看無落嘛。掉，แล้ว我細漢到大漢咯，因為我係爸母是受教育無關嘅嘛，我爸讀個6年級，我媽無讀冊，所以。ยัง未曉安怎去愛嘅囝係咯就，但到我學堂趁裝係咪對嚟啊？嚇，帶你去食 KFC 咯。แล้ว紅迄個獎杯就擺喺紅光度，佢在上頭擺紅光度 display 擺喺紅光度，擺落曬嚟擺啊，擺紅光度。嚇，แล้ว擺啊人嚟厝嘅門啊，可以把有錢嘛？แล้ว過後一個月番，我就家己默默個仔燒到對起肚啦邊。แล้ว伊無學攞路嘅，就伊就是擺掉兩攞，帶你去食 KFC 嗰陣咯。แล้ว比較 express 嗰陣時。嚇，แล้ว我考第一名，你本是安尼看；我考第尾一名，你本是安尼看，你知喎。我為時是掉啲，我有幾大兜是掉啲考第尾一名嘅。確樣嘅。所以講，嚇，你本無 reaction，要緊你對你來講就是我有去學。破病本時就是可能還是可。伊人伊家己嘅爸母嘅 background，伊家己啊，你爸家裡嘛，家己嘅爸母 background。我係講是食鴉片嘅，所以我係爸讀個6年級就無女，厝無女就俾出來做工嘅。แล้ว我媽就是一條長雙來安迪咯，有讀冊嘅啦，有捌字啦。แล้ว我係媽迄邊咧。伊個爸10歲伊就死啊，伊個媽伊5歲7歲，反正伊個媽就死啊。所以是細漢到大漢是大兄弟啊、姊啊個個厝份大漢咧做工，可能做出來工大漢嘅。所以對人嚟講，你去學堂讀冊就對了，你破病本好，你本就去學堂讀冊。嚇，總之你讀個快快畢業就對了。你愛讀我互你讀，你愛安怎你家己決定，我袂曉。แล้ว伊好就是講吼，伊是講因為伊袂曉嘛，伊是講你家己決定你嘅 life 咯。你 from 3你要讀
我問伊嘛，你我做老管啊，做老嘢做後面面，講我唔知，我買攞不鬥管我，你家己經。哦。所以變咗往嚟攞嘅了是往家己經嘅咗。伊講伊咪伊等你大漢你做未成，你過來。按道講哎呀，古早你叫我做後面啊，我聽你話說法律未成。所以真奇怪，往嚟厝嘅教育，了都是靠家己嘅嘛，所以變咗往有壓壓力時陣吼，往未曉去 express 咗，因為巴肚家己無曉，個了是家己個家己嘅。你成個無人偷開嘅，你個了是個人靠家己。嚇，了甲伊講，伊本未曉，伊本無明白，伊是咩路呢？了佢後到大漢了咯，我到20歲，18歲，我是搬出去大嘅，因為關係本嚟嘛，一級人。了到 college 搬出去大，我嘅厝吼，甲我嘅媽嘅厝是一個字爾啫。我大，但都講乜嘢嘛？我讀漢江啊，我搬去漢江咁8日後尾大咗。我嘅厝去，我嘅媽嘅厝是一個字嘅路，你知無夠一個字本啊，3分鐘。然後我姐姐朋友咪話：安怎你搬出來？我想要家己大。好咯，你英文無咩個？你家己大，厝細你家己學啦。伊個時候啊，食嘅類所去做工咯。做 part time 咪去家己大去咯。然後我20歲，我對 college 了，我對佢講，我要去 KL 做工。伊就OK 咯，我就去 KL 做工咯。然後迄陣是真沙登啦，我去 KL 第3禮拜，我爸發現到 liver cancer，final stage，所以3個月反正死啊，因為真緊嘅嘛。你風險吼，我甲 feel 到，哇，無人靠了，了，無論 maybe 我嘛 emotional 甲 financially 不愛靠我了，因為我個樣無聽標記，樣是無用本嘅。無聽標記。因為我規日甲人講，我規日甲我媽講，你生查個查某囝嫁出去啊，甲生一個查某囝，我就是去捡查某囝。因為我嘅爸上搞了，我嘅爸上 capable 啊，就伊做好我嘅個人，甲了往甲了是 handicap 嘅咗，就是要教因吼，一直對厝講要教因，了我嘅爸就負責甲了，但佢自己去 attend 爾嚇，了累本是老白號嘅。了，你講要做你要做生意對來伊講愛歸類，伊就互你歸類，你去做。了，生未生是安尼款。了生囝阮是無去生，了囝拍針啊咪幾個了是我爸去互，我爸真無用嘅咗，去做個了。了，往嘅厝我古早換車換摩托嘅嘛，車無油換對厝係掉，換摩托出去，對來車就有油了。你爸是過個了啦。過個了誒，我唔知，我搬出去整啦，我唔知講原來車，我爸死之前我唔知講原來車愛行 road tax 同買保險嘅。你爸個了搞掂嘅了。我個了唔知咗，厝啊蝦米啊，地勢佢個了未曉嘅，根本蝦米別個了是搞掂嘅。變咗往關係去了。แล้ว financially แม่นรู้做嘛แล้ว厝內比較本咩溜學路嘛我係咪覺得唔做Lucy 就這係點啊？知唔知？我三個是個 Lucy 人噶啦，都我第四下啦。但我個大我只歲，樣三個都大我12歲咧，我是 accident 嚟。所以我係個你第三個是大你12歲，แล้ว出嚟係你個噶啦，變到佢較大啦。對。所以人家了是 handicap 去咧，因為我爸死時陣我到20歲，人就30幾歲啊嘛，所以人已經關係，迄個冇得去啊，你知咯？了你無甲伊講，伊就是佢家己生活咯，當唔知咯，有影唔知，因為無去關係，無去插你咯。了紅樣我爸紅樣無去嘛，了我感覺到哇，我媽真需要 emotional support，but我知我無可能對內邊人生活，因為我想關係都無靠一個人了。變咗特個月對內了14年啊，特個月翻對內了。嚟對內你買厝啦呐？看伊翻了大厝較濟咯。我都搞啊，冇呀。嗰時大啲上一間厝。了我對內我就食咗出門去咯。古早吼。
古早伊特別 appointment 伊家看到我嘅當今咧，當今你到別人咩？冇啦，我到橋做工，哦，我特特過對內。我想當今你唔是，當今你嘛到別人。現在我人到邊咧，伊到房間困咧。哦，哈，別個我看到人講多數嘛，係嘛？我在你到別人嘛。是，แล้ว變做成講，我係家花家啲時間多出來咯。แล้วบลู試過嘅時陣證明了一個 diagnose 到 cancer。哦呀 breast cancer 第三期。哎呦。所以佢哋試過，我到時邊咧 KL 很重咯，佢愛 check up 啊，愛咩。你有 treatment 哦？有 treatment 咪攞 chemo，即禮拜就是我對那應該 chemo 第一期。哦。第一期 chemo，แล้ว伊特別做啫。伊特別做6期。哦。我上禮拜特別對那一刀咯，แล้ว平時是我個人會到卡手仔去檢血啊咩啊，到個 chemo。我個到邊咧，阮是到我出一個字嘅。哦。到我嚟啦。咁了到我呢，特別大波佬就一早起，伊就是早起咯。แล้ว老公講，哦，家己白做，伊就在對咯。伊無講家己問，家己了解，家己蝦米，家己關心講，阿媽嘅心情啊，蝦米啊。因為一下發覺到時陣，我都考我過㗎了啊嘛，我這大過幾時呢，所以我講努力過嘛。我考我過，แล้ว我過來出微博口咗，伊講我就講伊就考，伊講我唔知安怎即去看到嘛，我驚我考，我講反正忙接來，你出去。If 你未 control 你家己，你走，我根本你咪嚟。冇，伊度幾激心啊！你嚟袋頭前考唔是答到激心啊！係啦。伊做往時做你嘛個個寒佬佢寒，做你驚子，人哋看考下。查某嚟，人家啦查某型嘅。舊年咧本是成查某型嘅，死個查某型，查某嚟就掉啊！假啦。正嘅，有時答女啦，一定女啦，冇關係。唔是女嘅，冇 train 掉下。冇 train 掉嘅做細漢，但不會頭啊。學曬上這啊下，變做未。未曉 manage。出來。哇！所以我嘅好彩無好彩就是我爸無，其實我20歲，所以我 still 有通救啊。有通咩？有機會。有通救。有通救。แล้ว我個橋到 KL 10幾年嘛，我大埔口10幾年，所以 accident 係咪個啦？你家己 manage 嘛？冇可能講拍地話對嚟出嚟講嘅嘛。แล้ว我關係啊，變咗一個嚟個網絡啲裝咯，試過裝啊 check 啊咩啊 scan 啊，แล้วก็看阿bài機啊，要做咩 plan 啊嗰啲。哇！我講。講。我就教我個人講，話你咧，人是愛笑嘢噏嘛，因為心情真重要嘛。所以我對嚟有時我 feel 到我是寫小錯啊，你看你做笑啊，講笑話啊，今日我較學伊，我馬飼嘅虎叫名叫 Bobby， 因為伊學伊嘅虎隻背。伊講伊虎安尼大隻虎了，等下袂飽，伊飼隻背。講你等你虎成狗啊啲飼，所以你虎叫波比。你嘛家己會直直煩惱呢？還是？但你個 OK 佢發生啊嘛，你愛想辦法去解決嘛。所以我就找我嘅 cancer survivor 嘅朋友來處。佢講話咯，求生嘅領可以了解係咪數啦。你是在講伊 process，在講伊。咱驚就是唔知安怎嘛，聽咯聽咪，咱未曉唔知嘛，咪可以知咯。咱伊驚你頭毛，แล้ว我就叫我朋友夾頭毛可以 try， 頭毛我佢夾頭毛呢邊切頭呢，一小英你當伊是一個真普通嘅事去解決咧，伊就夾會咯，因為是一個小女人嘅嘛。18歲到因後個老伯都過伊個甲意思為止咯。所以你別 expect 伊只錢嘛。我講一個人講句，你買世界都是安尼大嘅咗，即視覺性都是安尼大嘅咗。所以你別 expect 伊正高正好，因為伊細漢到大都是安尼大，都是大邊頂唔捌路，後面個了伊曉去都是
大落後，就佢嚟位呢嘛，對，แล้ว你別學咁要叫伊安尼做嘛，所以用伊會曉嘅辦法來甲伊解釋嘅嘛。แล้วsupplement 啲 brown rice 煮料係咪比較ว่าgrocery delivery แล้ว做會了解個幾ทัก明白，แล้ว下平時可過日子咯。你袂使等你是一條哇要死嘅人啊！這袂使做，迄個袂使做，這袂使食，迄個袂使食。對，迄個萬山安迪誠濟嘛，下面到了白粉，hello，這安迪也無家己得 cancer， 聽人講。哎呦，袂使食這個啊！聽人講袂使食這個，人講袂使食這個。我講，你愛聽，你去聽迄個 cancer survivor 做好勢嘅人講嘅，你去聽。因為人知講食椰子小姐會較女，食這個小姐無好。個人無相，因為樣是 survivor 嘛，樣講嘅甲伊聽嘛。迄個我一個萬山安迪甲，毋是萬山安迪，我表姊甲我媽講，互囡仔食小姐 brown rice 啊，大埔食了會白生囝誒啊。我講我從來無聽過我啲物件。我講你煮肥一道過煮嘛，免煮甲安尼款，順接。白肥你食咪白煮較麻煩嘛。So cut story short 啦，就是講古早我細漢我本是一條袂曉笑嘅啦。了，伊是感覺着講馬路我地有效，我講毋是咗，就是我是做掉古早我是地好路煩惱嘅人嘛。對，查某囡仔規日去外口佚佗、clubbing、走學。對，了，佫無聽，因為我真有主見的，所以我無聽出來講嘅。所以變做咧，細漢佫走出去 KL 做工，我過到了大邊嚟，我就叫走出去。所以馬路我是成日 pay back 咗，古早我欠路嘅物件，馬路我啲還掉咗。所以毋是我有效，是我古早好路煩惱地坐起來咗。特別本是有效啦，本是有效嘛。佢真濟啦，lesbian 啊，係咪啊，數婚啊，個對啦，總之真濟數得掉啊。落地車，我捌拄過路嚇，本身。有啦，人成正嘛。我看到裏邊，嘛，想看到裏邊，我係見裏邊，特別我想唔知是 online 看到你，甚至係你嚟錄音是啊。我有來錄音，你人 Facebook 幾十年嘅，人10幾年嘅。我看即你特別你冇起來 join 嘅，until now 嘅落地邊是落地車是落地邊咧，學嘅是個錄音是個叫嘅嘛。嚇！特別我第一期，你頭真濟年古早日本錄一期10幾年前，我去 KL 時陣我都有聽起來。Sleeping member， 我聽 podcast 呀，冇 join 嗰邊。歹勢嘛，歹勢。你當然這個來啊話博一玲 ，Hello 博一玲 ，Hello 阿 John， 你有買告訴我？買告訴我，甲伊關係真好啦，無物件是講，有陣時聽到是講。伊甲迄個種係安迪啦，阿咪數啥咪物件嘛鬥咯，gossip 啦，物件咯，講咯，就是人欺負伊啦，係咪物件咯？了，就是人欺負到伊個，我會真起哄誒。你該出頭？係我會出頭誒。我甲你講過，我甲我一條。我爸姑姑啊，我爸嘅姊啊，佢過啦嚇，我姑姑啊，頭甲伊對佢嘅 relationship 嗰陣哦，因為伊欺負我爸我媽，我袂打閒啊，迄時拄着我媽過身過後，迄時我是答應我媽嗰陣哦。我袂到伊個 funeral 做啥物物件，過後7日過後，我甲我媽講，過後7日過後，你袂使
你袂使去互我做下物件啦。我一頭 after 七日一頭 call 伊查某囝一頭罵個了，伊查某囝伊罵個了阮妹。เรามักติดจุดเดียวบ่อยอะไรอีสิบ่อยอะไรช่วยคุยอะไรกาลูบ่在一個伊都伊是兩頭蛇的人嚟，你知哦？哦。啊，所以真勁這種的人，你知哦？所以伊甲過後 ，after 18日。了我還一條姑姑一對來，你知哦？因為伊是到 JB 嘛，了伊個大膽到我人嘅厝內為大，你知哦？因為 before 迄一日7日咧過後嘅時，我到handphone那邊啊，罵查某囝甲伊講啊，你規厝嘅人啊，你物件講啊過後甲伊講，袂使入到我人嘅厝啊，就是講袂使入到我爸嘅厝。甲入有知哦，過後嘅時甲我嘛講 sorry 啊，係咪物件做錯係咪物件，甲你講 sorry 啊，係咪物件。我媽媽問我講，你到底發生個咩事？你去罵人咪？後面我甲伊講，你都收到歪歪嘅物件，安尼濟年啊，人當緊甲你講一句 sorry 爾，知哦。你會接受我咩？我講我無安尼簡單，你知哦。過後嘅時，伊就寫在可能安尼款一條筆記一金紙，你知哦。了我嘛就讀我，因為迄時我有誠濟物件做，也我感覺來做，你知，也對來邊人做嘛。了過後我嘛就讀我嘅卡處講，叫你姑姑一聲，叫伊安尼款知。了我看嘛講。我講出遐一句話，我甲伊斷對迄關係啊，我袂閣再收一句話就對啊咧。我人是安尼款誒。了我嘛講你莫安尼愛啊，咪物件我甲伊講，我無管你啊。我嘛就讀我過後啊，我一頭看我 laptop， 伊坐了我面頭前啊，知哦，遐一個姑姑。我就罵伊講啊，我講過嘅話，我甲伊講，你袂使入來我人嘅厝內甲大，你甲加只入來甲大，你莫使你，我毋知你係做物件。你萬轉呢？你嘛是？講起啊，甲你講起。了，所以伊對嚟是做咩事？伊做咩事對嚟？18節嘛，我做18節 ，OK， 明白。你我罵過後啊。伊都無到我人嘅厝大。這時是講真啊，我甲伊講哦，我甲有資格啊，替我爸我媽講哦，替我出聲，你知哦？我甲伊講，我甲袂夾出去，你知哦？我講我甲是寫到迄 family 內面啊，我甲伊講，你甲欺負我爸我媽看，你就知。了我嘛講哦，但係人講你無嘛家事啊，你物件咪。我嘛講，真正有家事啊，就我替我媽家事嘅查某囝。你講就是有家事，梗係教我媽、教我爸出頭啊。可能對啦，係嘛對。OK， 同我這點過一點過 one and a half hours， 我會少打啊。特別，我個有為啥你又未講過禮拜 ？So 我琴日係試過隻新嘅迄個話題新嘅話題是兩個頭先嚟講啊。Then 當見面我這禮拜我特別嘅，邊一咁時候講你媽嘅故事。安尼一人無相淡仔背啊，你有講啊，佫有落地車啦，佫有阿龍啦，佫有毛毛菇啦，村嘅人無講到，特別到正嘅時節啊，到立頭putu mayom 加淡仔普及方法嚟一隻誒，有一個絲毛餃，係咪？絲麻膠，絲麻餃，
哎呦呦，no， 佢呢啲係咪叫你寫到去丙姐啦。是冇搞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一記那是有教你有小到尾，有幾時當今是 Mother's Day 嘛？當然是係嘛？叫咩啊？老母節嘛。因為見啊，即催你嘛，即卡一陣話即，人有啲催你嘛去食烘即好即是個即物件啊，出去食烘是個去地方，去台灣。吹毛毛菇嘛？你花毛毛菇啊！你花幫人講多。毛毛菇啊！你係毛毛誒？你毛啦？你唔係你等陣叫咩名嚇？落音時陣叫咩名？我是叫毛毛菇係嘛？係咪？冇啊，毛毛菇煲嘛。毛毛菇煲。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講下咩啊？好咯。YouTube 合併啊 ，YouTube 合併，到這邊頂一禮拜 episode，但係這邊唔係等陣，頂一禮拜 episode，但係這邊，然後這邊嘅就是 subscribe 咯，你看到在邊咯，就是頂一禮拜整 subscribe 頂，哎呦，佢識幫住一下 subscribe，但係你整者我有限條是一對同啲咯。拜拜。拜拜。